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界欢收看中嘉台电影新闻。过去三亚溪照落大雨，樱花徛街的真容易淹水。为了让居民免搁再承受淹水的痛苦，市府这几天来积极建设排水工程，总共要完成8抽水站加相关排水设施。今日市府特别举办昆山抽水站的开工动土仪式，由市长赖清德主持，祈求工程顺利早一天完成。伫昆山抽水站开工典礼现场，来了侪侪关心地方建设的民众。因为以前只要落大雨，或者是做风台，伫三亚溪边仔的居民，定定拢会遭受淹水之苦。虽然市府有设置临时抽水站，暂时减轻淹水的烦恼，但是为了真正解决淹水的问题，市府也积极规划治水计划。透过无同款的方式整治三亚溪。刚李局长的报告里面，我们很清楚，第一个，台南市名不虚传，的确是全国淹水潜势面积最广的地方啊。那第二个呢，我们所采取的治水方式是总合性的治水，好像鸡尾酒疗法一样，该筑这个堤防筑堤防。该用抽水站抽水站，该用滞洪池滞洪池该分洪分洪根据地形地物然后来设计来规划来治水。那么这几年来在大家可以说中央跟地方合作，然后呢政府也跟议会合作，也跟地方的区公所里长合作。大家共同去推动，我是非常感谢的地方的民众不了解、有意见的时候，里长、议员或区公所都站在第一线帮忙解释这也让我们整个治水的工作呢得以顺利的这个推展伫市长以及多位议员祭拜以后进行签图，昆山抽水站的工程正式开工。大家拢希望会当如期完工，让附近的居民会当免搁再遭受水患之苦。日月车三公普照，三拜工程应电新气象。二接图，工土顺利，电机就着。三接图，工程圆满，气温充沛，工土热成。中下真感谢，谢谢。电力新闻郭国义采访报道。除了治水工程，基比下中心伫台南地区，才一直为民众的健康守护加破案积极治疗角色。同时，该为了提升医疗品质加舒适空间，所以2当前的动工兴建第5医疗大楼，今日各界贵宾的见证之下，全新启用。基比医学中心为了增加先进医疗设备，提升医疗品质，让患者有更加舒适的空间。2013年动工兴建第5医疗大楼，经过2当10个月的时间，总算伫今仔日正式来启用。伫医学界、企业界并侪侪贵宾的参与之下，见证这个历史时刻。关键就是替患者看过，就搁付医药费，就搁付医疗，这拢无得赔钱，所以我就看愈侪是了解但是我感觉讲这咱与病人做同个需要，唔是讲要趁钱所以我嘛足欢喜，所以继续去收来这个福祉我伫我有摕，阮当时我大部要摕甲一摕甲所以你甲看最近这几档最上除了这个医疗大楼，这摆地档，这一个迄个嘛差不多开始拢去建设。
市长赖清德也恭喜基美医学中心新医疗大楼的设立，同时也感谢该病院长期以来扮演大台南健康守护神的角色，持续关怀病患。先恭喜咱基美病院第5医疗大楼，你今仔日开幕启用，这对基美来讲是一个真值得欢喜的代志，但是对台南市市民来讲，更加值得恭喜的代志因为基美病院这几十年来，等于是台南市市民健康的守护神咱莫讲远的几十年的累积，敢若讲去年门诊的人数就132万，大医服务的市民就56万人次，这就已经讲充分证明基美病院伫台南市是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基美医学中心第5医疗大楼总面积3600平，提供复健、西药治中心、耳鼻喉科、眼科、皮肤科以及气科、家医科的门诊使用，就是希望互来到病院的民众会当得到更较完整的照顾。但新闻记者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县市议会成立到今已经7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历届议员协进会特别扩大办理联谊，会中邀请历届议员甲现任的议员交流，互相交换运政的经验，场面相当热烈。台南市议会成立到今已经70周年，对此台南市议会议长李全教以及台南市历届市议员协进会理事长蒋五六，另还邀请历届议员甲现任议员伫英华台南市议会举办联谊活动，借此联谊交流，交换运政经验。议会是合议制啦，议会注重的嘛是一代一代的传承经验的这个传授啦。我相信有遮尔济咱下任咱这议员的前辈来甲咱台南市议会来甲咱指导，随时甲咱并且啦，咱市议会咱的功能、议事的品质会更较好。对着来自各部落、各角落、各区咱民意的反应应该会更较周齐这是会使讲非常好的一个传统，非常好的一个代志。要讲呢，这个会的成立呢，56还未出世的啦。迄阵还阁唔知一对的，咱人真可贵啦。伫以前，咱的黄秀文黄议长，甲咱前的张灿宏张市长，甲柯店菜柯市长咧，共同来创立这个历届的联谊会，来成立，才有今仔日这个合并了县市议员这个联谊会产生这协进会。再次公平直接投票产生的第一届议会，台南县市分别伫民国40年初甲39年底成立，借着这次的扩大联谊活动，互历届议员会当互相联络感情，也趁机会感谢前历届前辈的努力。咱新闻记者林根采访报道。市府观光旅局对去年9月到今，将对昆新、喜洲甲万里进行台南滨海旅游地区的第2期改善工程，其中黄金海岸变数改善最近已经要完工。不过，电影反映原本的设计不良的化粪池甲管线却无一并处理，反而到时污水外漏。对此，市府答应会找专业人士详细评估，进行后续处理。台南滨海旅游地区第2期空间改善工程，目前伫黄金海岸进行变数的环境改造。虽然外观甲内部设备已经要被完成，不过煞被地方质疑原本就有设计缺失的化粪池甲管线，煞无趁这个机会一并解决，要求联动周边环境做好整体规划。环境海岸的这个公测，最近在做一个第2期的工程。表面看来公测像个5星级的公测，但是现场让来看，原来它只是表面的豪华而已。事实上，它在整个的建设里面，它疏忽掉的化粪池，迄上基本的，这变数内底是化粪池上基本的。结果它在整个化粪池内底，伊无去做处理，
伊给他做拉比呀。外面的一个建设而已，公厕的外面的建设而已。所以最近如果有民众偷跑进来偷用的时候，到了入夜的时候，化文蝶边啊，就是一些废水就跑出来了，而且很臭很乱，很中华的嘛，几个很湿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求市府这边一定要赶快在公厕开放之前，一定要一次到位，包括化粪池一定要赶快的去整理好，不然呢，真的好让大人起名化的。每一件事情都做的都是断断续续的。经过地方里长甲议员反映，观光旅游局方面表示，目前改善工程搁在进行当中，预计1个月内完工。而在这段期间，将会邀请专业人员到现场评估，相关设计是毋是有缺失。你若是需要改善，就会另外筹备经费，赶紧施工。在湾里这边，我们是把经费集中在厕所的整理的这个部分了哈。那有关因为这个工程也还没有完成，所以目前还是用围篱围住的状态啦。那里面的环境我们因为也还没完成，所以还在整理。那有关议员指教说环境的部分，我们就是在完成之前会把环境做一次整体的来清理干净这样子。对此，南区区长主动也期待借着空间改善工程，串联群生原理需求，让南区成为一大观光亮点，借此带动地方的发展。今天我们来看到我们的这个黄建安的船屋哈，我想这个问题已经蛮久了。那市府这边也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来协助这个船屋，希望它能够把附近的景点再站起来。那最近几年在市府的努力之下，我们的昆生昆喜湾这3个点已经透过比如说湾里美食一条通、那洗漱集以及昆喜湾的系列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相关的景点都带起来。那我们希望能够在黄金海岸这个船屋做成一个总结的一个景点，让大家来这边有吃有玩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市府的各单位能够尽力的来协助我们，让我们黄金海岸的整个景点在串联上，不管它的安全、卫生以及景观，都能够做一个完善的规划。南区黄金海岸是当地真重要的一大观光景点，多年来也拢受到市府重视。不过，在第2期空间改善工程当中，说被地方质疑规划无够完善，所以议员呼吁市府单位必要时应该追加预算，让设备甲周边环境会当一并改善。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汽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现在科技发达，真侪消息拢是透过网络甲手机来传达，已经真少人来写批。不过现在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结合台南邮局，将举办爱厝团进前活动，提供6万份的祝福卡片，由邮局来免费寄送。也希望让参观的民众会当透过批信来感受厝内人爱。公园国小附设幼儿园小朋友热烈的舞蹈表演之下，感谢由您爱家团进前活动正式启动。101年开办至今，已经迈入第5档，目的是希望参加的民众会当亲笔写下对厝内人的关怀甲祝福，由邮局公益协助，免费将祝福送到厝内。活动期间，陈旭镇副市长、台南邮局经理郑俊彦以及教育局专委孟琼荣，也能亲手写下对厝内人的爱。现在的人很少拿笔写东西，更不用讲说
很慎重的在纸上面把自己的情感表露出来，然后呢，把信纸折好，装到信封，粘贴邮票，再找个时间去丢到邮筒去。这一系列的过程都可以让你的那个情感的表达更延续，然后更丰富这样，而不是只是写个 email 然后传送就送出去了，就忘掉了这样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活动从101年开始办嘛那到今年好像初期。每一年大概3万个邮件，到今年准备了6万件啊！我相信表示说，虽然大家用邮件的这个几率越来越少，但是呢，应该很多人还是很重视这个活动。今天的活动的主题就是由我们自己来写信给我们的家人，表示我们对家人的一种关怀一种关心，一种爱意我想这个是很符合我们台湾人这种个性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比较保守的家庭就是要当面跟我们的家人表示说我爱你的话，有些时候是真的很难说出口，但是你可以偷偷的写一封信然后寄给你的家人我想他们会觉得非常的窝心。个人一般拢真歹势将爱讲出嘴，透过温暖的文字传达心中的爱，互收到祝福卡片的人会当互相来了解关心，更加建立起温馨的社会。市民朋友若是想要参加这个活动，会当向家庭教育中心来索取卡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社批是为了传达感情，另外大提琴家张正佳则是15岁去澳洲留学，接触到歌剧，嘛产生特别的情感。现在为了让小朋友买当了解伊所爱歌剧，所以利用各种的道具加改编的功夫，让深度的歌剧赶快当吸引儿童来亲近，甚至让因对细汉的爱上西洋歌剧。大提琴家张正杰15岁伫维也纳求学的时期，认识到歌剧，也互伊从此爱着这项艺术。但因为听完规场的歌剧，往往需要几啊点钟，为了让更加侪小朋友会当自细汉的接触到歌剧，张正杰改编经典的歌剧，只有演唱其中上界精华的部分，利用小道具改编歌词等方式，引导小朋友进入歌剧的世界。尤其像张老师从古典音乐，然后用各种创新的方式来推广古典音乐，其实这就是台南这个古城、这个古都需要的。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宝贵的文化资产，但是怎么跟我们当代这些年轻小朋友或是年轻人做接轨，其实是很重要的。那透过老师这样子的很多创意的点子去发想、去推广，其实这就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那尤其再怎么古老的城市，就是这些文化累积都还是从小开始。那我们需要的观众也都是从小开始培养。所以老师很早之前就看到这一点，而且用各式各样很有趣的方式在做推广，这真的是我们都非常佩服。那也台南市的市民朋友也非常有幸可以观赏到这样的演出。我是一个歌剧迷我从15岁、16岁到维也纳以后，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听3场歌剧那大家会觉得说我那么有钱，对不对？歌剧票不是2000、5000、1万。维也纳就是歌剧院里面世界上最好的歌剧院里面，他们居然推出的是后面的很高很高的地方的，是有站票的，站票的60块台币就解决了。我觉得我那个人生在那5、6年的时候，丰富了我非常多。你们现在知道的 Pavarotti、Domingo、Carreras， 我连续听10场、5场这样子听下来，花60块。那个时候就是快乐的时光。可是我回来台湾以后，我就发觉说，为什么在台湾没有这样子快乐的时光？用很单纯的手法，我要把它解决掉。这些布景、这些童趣，这个东西比拉一条牛上去舞台上还受小朋友的欢迎，受大人的欢迎。我就是用这样子来改变我们这一次的演出方式。张正杰亲子音乐会邀请过来知名男歌音王典以及女歌音蒋启珍担任演出多首世界名曲，比如《茶花女》、《杜兰朵公主》等等的经典名作。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做回来体验歌剧之美。
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第7个的建功国小创歌队应专业基金会邀请，来到胜利之声广播电台，除了参观一个古早广播文本，同时体验担任播音员的滋味。这款的经验，让现场59位小朋友拢感觉相当的特别甲趣味。每一位小朋友拢非常认真地听着志工的讲解，也非常认真地写着笔记，把握机会好好了解以前的广播文本。另外一边的小朋友也非常认真地学习担任配音员应该注意的代志。在老师的讲解之下，大家也做伙合作配音，现场非常欢乐。哥哥，你闯红灯，快刹车啦！快刹车啦！好恐怖哦！好，很好，就这样哦。你觉得来录音好不好玩啊？我觉得录音很好，因为可以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很有趣。真的哦？那你们其他人觉得录音好玩吗？好玩。真的，下次要不要再来？想。好。这些小朋友拢是来自7个建功国小创歌队。这届愿望计划是为了小朋友会当体验广播的制作流程。建功国小校长也表示，这届经验对着小朋友来讲，一定是非常特别的回忆。那其实这一次来参观胜利广播电台，是我们在寒假基金会在学校办了3天的阅读广播营。那我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偏乡的孩子实地到电台来了解说广播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流程是什么。那有这样子的机缘来这里参观，我觉得非常的感谢基金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那也结合了今天下午到史博馆。我们要做一个创鼓的一个表演。那这个创鼓队从12月8号成立到现在100多天。那在101天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张创鼓的海报这是我们第2场的一个展出。那就是也欢迎就是乡亲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我们的演出。这小朋友也将在4月28号在10分社区举办结构表演。有兴趣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分有时好天天气，温度24度到30度，落雨记录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湾电影新闻，我是顾杰，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